公司台语台暗时9点，要互大家上有文化气质的节目。咱是农家子弟嘛，咱拜一心所爱的歌，是足新鲜，足新鲜，远会当看哦，安尼感觉哇，一工咱来摸一下，唔知偌好。因为伊是精品，精品的概念。拜二，这是台湾款。我希望就是咱宜兰咱台湾的饮料员，甲迄个世界咧讲这咖啡吼，也是咧谈酒共款。百年老店，市民小吃。拜三，咱的城，咱的市，咱台湾的味。这应该提出国去比赛呢，这会赢的。这条铁路是阿里山的。拜四，神木之心，阿里山森林铁道纪行。穿过起起落落的山岭。新店。上关山保护着咱山林水土上了不起的节地武士。移山是一个山，就是一个半年时间。拜五，无事坐巴士。我在家吼，去食就水，做好食呢，这光头一摆就水的呢。玻璃屋就是。请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。